你不是吃屎哥，不可能破千的，叫吃屎哥上来面对，干你娘嘞！吃屎哥，吃屎哥进来啊！全部标记吃屎哥！现在是怎么样啊？林北要剪什么发型？你写靠背哦！全部公开分享。只敢找弱者哦，那不要在那边靠背啦，要看就看，不想看就不要看啦。关键是由赵琳出来面对。关键是由赵琳出来面对。全部公开分享。牙鸡掰来牙，不要来乱哦。全部标记由赵琳上来。全部标记吃屎哥上来。来后站来呀，晚上好。最后1分钟多，全部公开分享，刷赞、刷爱心、按怒的等等，下播全部封锁。全部公开分享。
来450。全部公开分享。来500人。来，很主席了吧？我再给大家最后时间，最后3分钟全部公开分享，最后3分钟全部公开分享。来523人，全部1个人再分享一次。全部1个人再重新分享一次，好不好？来，小杨，晚上好。啊，很多人打字都没有出现分享者哦，各位。全部公开分享社团，有多少社团全部丢爆。
全部公开分享了，各位朋友。来，1张歌晚上好，全部公开分享，标记吃屎哥进来面对。来，3少哥晚上好哦。来，现在所有的人听清楚的，全部刷赞刷爱心。你说分享就分享，你是什么咖？你可以不要看，对。下次我一定叫尤兆麟跳什么西什么。下次我一定叫尤兆麟跳西瓜牛奶，好打好。下次我叫他跳西瓜牛奶，你娘嘞，嘴巴那么臭。3兆哥，谢谢啦。来，好打好。咖啡牛奶已经过时了啦，下次我叫你跳西瓜牛奶。好打好，然后全部刷一整排赞跟爱心，好不好？全部公开分享。来，3少哥晚上好，吃饭了没？叫他裸奔哦，不要啦，哎呀。吃饱了哦，3少哥。3少哥，天气变冷了啦，衣服晚上多穿一点，不要感冒了哦，3少哥。感谢你进来看小弟的直播，真的感谢你哦。来，管理员或小帮手在线上拜托一下，暗路的全部封锁。来，600人。暗路的全部锁掉。
张宝成，你假账号卖要挨啦！来，各位，人数太少了，拍谁啦？哦，张有成大哥，小弟直播没有卖东西啊，聊天而已啊，好不好？时间多久了？600多人而已。来，知道我另外一台粉丝团的，知道全部刷知道。知道我另外一支粉丝团的，知道全部刷知道。来，巧云你好，峰哥好，来你好哦，大家晚上好哦。来，金大芝你好啊。来，知道我另外一支粉丝团叫什么的，帮我打名字上来。另外一支粉丝团乘风破浪，什么都卖台，追踪人数高达3万多个人追踪，好不好？全部去搜寻乘风破浪，什么都卖台，帮我按赞、设定、追踪，抢先看。哦，还有这一支粉丝团还没有按赞、设定、追踪、抢先看的朋友，也帮我按赞、设定、追踪、抢先看，可以吗？来，可以打，可以。来，黄大你好。那台我被封锁了，哭哭哦。金大芝，你有没有按怒啊？金大芝，你有没有按怒？来，全部追踪一下第二支粉丝团，乘风破浪，什么都卖台，全部去追踪哦。金大芝啊，你朋友把你弄暗哦，难怪你会被封锁。趁我喝醉的时候，难怪哦。来，全部搜寻乘风破浪，什么都卖台哦。我不知道这一支现在在开的这一支为什么人数都上不去了啊？来，各位，现在我给你们时间全部追踪
我置顶的这个粉丝团，我现在用这个开。来，我等人用乘风破浪开，全部去追踪一下。来，各位，拜拜，哦，拜拜。啊，我现在不是置顶了吗？什么找不到？林元彩在唱歌哦。看林老师嘞，过得太爽了。好啊，全部追踪一下我置顶的这个名字，乘风破浪什么都卖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暗路的假账号说明在用那边人家爸妈的照片，全部都会封锁，不会解开，好不好？我说过了，我没有那个美国时间，整天在那边帮你们解锁啦，哦，我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啦。啊，被封锁的就封锁了，哦，不要在那边抱怨东抱怨西，哦，什么无辜被封锁什么的。哦，这个我不想听啦，你不要按入就不会被封锁了嘛。你看人家三少哥，我跟他无冤无仇，我也不认识他，人家上来跟我说晚上好，天风加油，我会被他有被封锁吗？你们自己想想看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曾永祥我皮在痒啊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来抓我了，好不好？哎呀。儿子，爸想看你跳咖啡牛奶，爸恁兜死人啦！你这种的够家己要生啦，臭鸡掰嘞！干你娘鸡掰嘞！用人家爸爸照片来乱，你臭鸡掰嘞你！我祝你哪一天出去被车撞啦，不然就车祸死亡啦！恁爸讲话就是作臭的，干破恁娘嘴鸡啊！啊，你有了解无？你娘臭鸡掰嘞！真正笨死！真正笨死啦！迄死人的相片你就敢用？你这种的出去的有车弄死啦！啊无出车祸啦！哦，恁爸就参你出去啦，互车弄死！哦，我诅咒你哪一天出去真的会被车撞，不然就车祸被车撞死。哦，大卡车交过弄着，弄个死啊！你听有无？恁爸也是嘴足臭的啦！干你娘鸡掰的！哦，晚生的这照片不要拿来开玩笑啦！干破你娘嘴皮猫，臭鸡掰的！哦，说实在的，大家看小弟那么久了，哦，说真的啦，我不想骂脏话，好，因为过年快到了啦。一些人就是白目啦，好不好？欠人家骂啦。这种用往生者的照片，总有一天我会抓出来叫他跳咖啡牛奶、西瓜牛奶的。龙爷啊，拍谁啦？昨天很忙啦，好不好？昨天在处理事情啦，哎呀，拍谁啦，龙爷？快过年了，不要骂了，我也不想骂人啦，啊，没办法，一些人就真的嘴巴很秋啦，哎呀，用人家
用往生者的照片来这边乱了，这真的不是什么咖啊！哦，要探险你们自己去看了哦。来，各位，全部追踪，乘风破浪，什么都卖来。我现在马上用那一支粉妆开。哦，我不知道这一支粉妆为什么人数都冲不上来。哦，